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洗身躯对一般人来讲真简单，不过对着长期倒伫面床顶的长辈来讲却是真困难。所以台南市政府特别结合民间资源，今仔日搁再启动第2台到厝洗身躯服务的专车。除了专业补助，中价收入好，而且一般的家庭一届只收300块。厝内若长期倒面床的长辈，受限空间、设备甲照顾者的体力，照顾人只会当甲身躯切切的来清洁。不过长期落来，皮肤真容易出问题。不过现在市政府伫先进人士区分地的关系，互台南搁加一台会当到厝洗身躯的专车。上午市长赖清德嘛亲自到场进行启用仪式，除了对着遇上幸福找到爱行销考核相当满意，嘛希望后更较侪有需要的市民受惠。请启动，让台南市民遇上幸福找到爱。大家看到台南市地图上的模型。那今天的题目讲得很好，这个可以得诺贝尔奖哈。这个遇到幸福找到爱啊，这个讲得非常好哈。那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如果长久卧病在床，那对他的健康是有进一步危害的。简单的讲，他可能他的皮肤，或可能他会有褥疮，因为可能照顾的人，可能只是帮他换洗尿布，或是擦澡。可是对他身体的全身状况并不是很了解啊。那另外的话呢，因为你有水洗过，血液循环可以比较好，对他本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那当然，当很久都卧病在床，很久都没有洗澡，泡在水里面的时候，那种感觉啦，幸福的感觉就会出来。根据统计，台南市大约有400多位无到家己洗身躯的适龄老人，所以这款由1名护理师、2名专业照顾服务员所组成的服务团队，小局将同款委托美善基金会承办，提供使用者温馨有尊严的品质。甚至我们对那些老人家收的钱，还是有的时候给他免费的服务，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服务是非常有意义为什么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这里所收的服务是非常有尊严的服务，可能跟有些不好意思，跟有些老人院有些真的有的不太一样，非常尊重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家，洗澡之后，洗澡的时候也好，以后洗澡之后会觉得非常有被尊重，非常有尊严，所以我想这个是最。过去中介是予专业免费，一般户需要自费600块的到厝洗身躯服务，现在市府佮加补助一半，予一般户只需要300块，甚至比女性洗一摆头较少。就希望做好全市市民减轻家庭照顾者压力甲负担。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教育委员会上午邀集教育局长甲体育处长做伙去会勘台南市水上运动中心，针对楼梯、更固外楼，也搁有掠日头的设施等硬软体设备，提出修缮甲补强的建议，希望提供选手更较完善的练习场地。台南市的爬船运动项目在比赛当中，常常踢下袂歹的成绩。只是在培养选手的另外一方面，软的体设备也应该受到重视。对此，议会教育委员会特别邀请教育局、体育处到场会勘水上运动中心，希望将老旧也即是不足的设施加强，
让选手有一个较好的练习场地。像我们现在就是在阶梯的部分，就是有一些钢筋水泥都已经外露了。那在局长他有承诺说要先请我们公务局那边先来看防震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可能再拨弄经费来帮我们处理。那在其他的部分，包含我们有一些遮阳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的船是不能长期曝晒。对，因为对船只也会有相当大的损坏，那所以今天就是邀请局长他们来了解一下，看哪一些部分是可以教育局来帮我们协助，那其他的部分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去找外面的企业，还是说外面的一些外界人士来帮我们协助这样子。对此，教育局回应，市府伫这几档每年拢有编列120班的预算用来修缮。另外，伫楼梯更骨的部分，因为当初时是工务局伫民国73年迄当阵所兴建的，所以必须由工务局甲现场评估是毋是有安全的疑虑，再做后一步的处理。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上主村甲三观路有线电视主办的爱在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已经迈入第10档。今年第一场安南区初赛，7月16号暗时，伫12点南田宫头前的广场盛大举行。今年的比赛第一届改成国语组甲台语组，竞争非常的激烈，最后由林瑜芳甲郑阳子分别拿下2组的第1名。社区大校大港分校小技林舞蹈班高水活拍来开场之下，上主村甲三观路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爱在社区卡拉 OK 比赛正式展开。今年迈入第10档的比赛，主办单位为了创新嘛调整方式，由原本的中青组甲社会组改成台语组甲国语组。除了无分年龄，要互参赛者有无同款的挑战，也希望多元化扩大参与，互所有有线电视用户拢当报名参加，听到更较侪台南的好声音。伫第一场初赛7月16号暗时，伫12点南田宫广场盛大展开，会中包括市员李忠诚、安南区长颜成奇。安南区里长联会会长蔡和峰等侪里长伯啊等贵宾，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场面热热。伊伫咧讲唱歌，也是一个娱乐，嘛是一个活动，嘛咱平常时兴趣的培养，互咱的生活会当搁加一个较多彩多姿的即个活动。唱歌对咱的身体听讲是非常好啦吼。迄阵拢讲。有咧唱歌的人，和无咧唱歌的人，平均的年龄会加活6档啦。所以就尽量唱，尽量嗨吼，对咱身体也有帮助。唱歌嘛，毋是讲一时讲今年要办活动，我较来练2句尔，嘛毋是安尼，一定就是平常时有咧练习。所以对即个咱的生活也好，对咱的身体也好，等等拢带来一寡较丰富较精彩的即个娱乐。主办单位表示，歌唱比赛除了要互观众欣赏好声音，每一场的初赛拢也有有奖竞答，抽液晶电视摕大奖，以及免费食冰机、消暑清凉，会当讲是有食阁有掠。你今年拄到第一摆报名的新人，嘛有历届参赛者，甚至入选前3名的歌手，拢再次共台请拼。有线电视董事长新兼南田宫主任吴顺德表示，特当卡拉 OK 第一场特别选定南田宫地府王爷圣诞前来开场拍头阵，也希望祝福所有选手甲乡亲平安喜福。连续10年，拢伫即个熟悉的所在，安南区每一档的即个决赛拢是伫安南区，伫咱即个12点南田宫地府千岁。即个庙埕众神嘛咧看，那么有线电视伫19档前算10档前，伫即个大家即个配合支持之下我会坚持每一档安尼延续来办因为有线电视就是咱地方的即个电视台拄好有即个通路，有即个资讯，有即个资源有即个媒体所以来建立即个平台，然后所有爱唱歌的乡亲时代。大家来遮共乐，
主要的宗旨就是要来参地方社区来结合互阮所有无分男女老幼囡仔大细，会晓唱歌、爱唱歌、敖唱歌，还是想要唱歌，你只要有胆识，就来报名。所以这是会使讲一个全面的一个非常正当的休闲经过激烈竞争，安南区初赛成绩出炉，台语组前3名，第1名郑阳之，第2名叶金芳，第3名郭素琴。而包办最佳舞台魅力甲最佳舞台造型，则是吴金哲。另外，国语组前3名，第1名林玉芳，同时包办最佳舞台魅力；第2名黄博如，嘛包办最佳舞台造型；第3名江静英，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另外，安南区初赛实况对7月23号开始，伫第4频道卖分段播出，请观众按时收看。若无分开，我不知我有超爱你。心像海水涌来涌去，想你无停止。浪漫也是一样的冬天，一样的下着冰冷的雨。配合2016台南市里社区活动中心艺术季，安平区公所安排伫7月30号暗时7点，将伫平通里活动中心演出剑西战天狗布袋戏，邀请安平平安创意布袋戏团，将天狗日的防疫观念用入剧情内面，而且佮特别准备中药红网仔包，要来送予前150位报名的民众，欢迎大家到店来看戏。听讲这2天台湾出现一只天狗日，嘿啊！迄网仔哪有遮尔啊厉害啊？伊害阮全部家庭非常的紧张，所以这道我有动头剑师，要来叫阮师兄弟，看到无师兄弟，大家啊同心协力来打败这个天狗日，好不好？去年台南爆发严重的天狗日疫情，互大家一听到网仔都非常惊吓。今年伫市府甲地方的努力之下，并无传出病例。不过伫防疫的部分也是不可大意，所以安平区公所今年特别邀请到安平平安创意布袋戏团，伫2016台南市里社区活动中心艺术季当中，安排演出剑西讲天狗布袋戏，希望将天狗的防疫观念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推广给市民朋友。大家好，看到我手上可爱的剑丝布袋娃娃吗？我们在平通里活动中心会办一个剑丝降天狗的布袋戏哦。因为我们要配合市政府的活动中心艺术季，我们要推展登革热，我们把我们的相关的一些防疫的一些资讯给我们的安平平安，就是我们布袋戏的创办人施伯峰先生，然后帮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一些解说，透过我们的布袋戏，希望可以吸引大朋友小朋友来，然后从在看布袋戏当中可以发现我们一些防疫的一些撇步、一些妙方、一些知识。安平区公所跳脱以往的宣导方式，特别推出拍拼为家己天狗的风地着色比赛，以及用布袋戏的方式演出。而且活动报名前150位，可以当得到访问中药包。报名日期一直到7月20号为止，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台南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第困节马上带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北台南家扶中心举办公益夏令营，邀请大约100位的家扶弱势学童，在暑假期间免费参观大藤公司的生化糖厂，了解在地生化地区制糖业的历史，也让小朋友度过一个充实又个快乐的暑假。小朋友非常好奇观赏到这寡古早的文物，这寡早前的用品，对因来讲相当特别而且罕见。在咧导览志工的介绍之下，因才了解这寡物品的用途甲功能。我们要用这个的话，就是要给它摇一下，哦，要放着，注意要摇一下。好，摇一下完以后，好，然后我们就拿起来，哦，跟哪位小朋友？他想啊，喂，喂，啊，有听到我超小啊，有哦。北台南家扶中心举办的乐活暑假童年舞者公益夏令营活动，参加的小朋友拢相当欢喜，因为对因来讲，会当有这个机会，在咧轻松气氛之下，一面耍一面学习，会当讲是上界赞的暑假经验。因为我们很多的家庭都因为经济的因素，爸爸妈妈暑假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办法停下来好好陪陪孩子。对，那孩子常常会有自己一个人在家独留的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借由活动让孩子到不同地方看看，然后学习不一样的东西，那让他们视野可以更宽广这样。那今天会来香化糖厂是也想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地大台南市的文化，然后让他们对制糖产业有更多的了解跟一些文物，以前阿公阿嬷年代或者是爸爸妈妈年代经历的东西，那让他们也去或许回家有个话题可以跟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然后也让他们更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届活动全部拢是由大糖公司细细心的员工做伙出钱出力，才当完成学童小小的梦想。另外，因也找找了78800块，要提供学生在咧开学了后有资金，会当安心学习。台南新闻网张伟忠采访报道。嘉南耶利大学接待菲律宾知名米粉甲做面的业者，总共30多位，展开4天的新鲜面条培训活动，实地参访台湾面条的特色以及制作的过程，也让菲律宾甲台湾两边的面条食物文化会当交流。菲律宾的业者为着要让自身面条制作技术更加精进，一行人总共30几个来到嘉南药理科技大学，进行为期4天的面条培训活动。首先，在校方的安排之下，先让因了解制作面条的面粉有偌一种无共顶级的分类，以及如何运用。透过菲律宾小麦协会和咱台湾小麦协会的帮助啦，互因遮招集因遮的在地菲律宾在地的面粉、面条的制作业者和品管人员来咱遮上咱台湾较先进啊，咱台湾较在地有即个足成功、足稳定的面食、面条的制作过程来带因上遮的课，互因遮学到咱遮的较先进啊、较进步遮的技术，会使互因转去菲律宾因当地因的工厂啦、因的制作，会使较提升因的技术这方面。这届首度开启台湾甲菲律宾之间深具意义的培训活动，以产学合作的方式，促进国际上的饮食文化交流，同时也是响应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为了深入了解台湾的面条是安怎维持大量又高品质的制作，这阵菲律宾的制面业者特别参观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的专业制面的机械，而且学校阁请来台湾业者实际操作，详细做介绍。台湾生产的新鲜面条，因为新品品质高，而且产量也相当的大，让菲律宾的业者抱着学习的心态。特别对菲律宾来到台南学习，嘉南药理科技大学为因特别安排了一连串的课程，对熟悉面粉到制作面条，以及有变化性的油面、红菜头面等等。第一天的实作也特别请来台湾做面的业者实际操作甲介绍。他们最主要来学看看这个台湾的面条，还有台湾面条用的面粉，大概是什么样的规格。
然后台湾要的面条是什么样啊？因为比较起来，菲律宾的这个面条的规格还是跟台湾有一点差距啊，所以他们想说可不可以更精进。前来观摩的菲律宾业者，接一个上午的课程，就感觉丰收满满。菲律宾的面粉的 quality 没有那么好，没有比台湾那么。他们研究就是说，我们市场，我们做 end user 做用的方面呢，我们的要求不是要那么高，只是我们能够做出来，我们能够卖出去算了。但不是像台湾这样对面条这么有研究，这么详细的看那个市场的需求，竞争也很强。连续4天的课程，菲律宾的业者也将实际去参观台南知名关庙面的制作工厂，充分了解台湾人做面条的用心。台南新闻网赵张武忠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十分地降准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准雨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